重回甘蔗园地活动将伫咧即礼拜12号到13登场。主办单位这次特别邀请39个单位来设档，民众来遮会当买到各种优质农特产以及文创商品。不止呢，大屯中央酒店这次更加市府合作推出购物满200，凭发票就当领树苗，做伙来爱护地球。很感谢台南市政府的通气功所农业局特别来支持我们这个活动，让很多的小农市集，我希望说借由这个机会来，大家对这个小农应该好好去照顾，好好去爱护他们，来支持他们。所以今年的我们明天就也等于这就是明天12号跟13号在台南长荣酒店的桌招，我们还是有延续去年这些的模式，希望借由这个小农市集的活动，如果你购买200块以上的话，那就会有一棵小树苗，希望带回家去种那透过这样，我们去就是爱护这个所谓爱护大地球。那一方面呢，我们也就是说农业局，我们也回馈这个附近的乡民大概100只。我想最重要的目的是因为大家唤起这个地球，爱护大地球这个概念，爱护地球，然后爱护大自然的一个概念。主办单位大屯中央酒店表示，树苗总共只有600丛，还完为止，欢迎大家12、13两天来现场细细看看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